我们再来看一篇记叙文的写作范例，题目是“我清好了解客家庄”。我们一样先从题目本身来分析，先找题目的名词和量词，记得吗？这些就是题目的范围和限制。决定我们能不能写到题干核心重点的是题目里的动词和形容词。所以根据这个题目里面的名词有我、客家庄，所以我们要先确定写作范围。而这个题目的限制是要求写亲好，也就是最爱的，所以有隐藏的量词在里面，我们只能写一个哦。再来，题目的重点只有一个动词，就是了，所以大家要能够写出这个客家庄到底有什么可以了的地方，你自己本身曾经去过那边，然后是怎么玩的。换句话说，就是要把自己的经验和最值得推荐游玩的方式，在文章中具体的介绍。接着必须快速的做全文的构思立意，像这篇是偏重记叙文的文体，建议一样可以采用4段论述、总、分、分、总的结构来下手。你可以这么规划：第一段，选定一个客家庄的背景介绍；第二段，在这个客庄的所见所闻，好看的、好玩的；第三段，也是在这个客庄的所见所闻，好玩的加好吃的；第4段，总结特色，回扣主题。这是我最喜欢去玩的客家庄。我们来看以下范文示例。根据刚刚的构思，第一段要选定一个客家庄的背景介绍，我们就直接点题：行松行下，唔东米农散下。我们要写的就是美浓这个客庄。那为什么是美浓呢？因为我去过也早喺南埔绿队嘅客家庄3擺，我去过3次，大擺都本我留下美好嘅回憶，而且每次都让我留下美好的回忆。第一段就达到点题，并且简单介绍为什么选美浓。接下来按照构思决定的有2段，我们可以写客庄的所见所闻，也就是这个客庄的特色，还有值得介绍的景点等等。第2段，在这个客庄的所见所闻，有什么好看的、好玩的？我们就先写主题美浓有什么值得看的或是好玩的。一上到美浓，你就会上到柚子茶，所以文章可以这么写：去到美浓，行入民俗文化村，规间呢都是自茶的，大旗小旗都有。但个唔是发瀑布高升嘅族嘅，无就是发开富贵嘅牡丹。这是介绍美浓的特色油纸伞。接下来还有什么好玩的？我哋现场也 DIY 发了一支油桐花嘅自茶嘅，带进来做纪念，所以还带了自己做的纪念品回家。再加上客语中油纸伞本身的谐音，炎炎嘅自茶嘅，代表炎炎满满。柚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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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代表豆子豆笋。这些都是让去游玩的人印象深刻，真紧很有意思呢。第3段的内容，再继续介绍还有什么好玩好吃的。在美浓还可以有穿客家早期服装拍照的体验活动，所以我们文章可以这么写：啲法术下嘅蓝衫店，我做起一身传统嘅太琴衫，想想自家就係做定蓝衫，啲田都乡
思田所措，无就是伫河北省西上府的客家妇女。去玩绝对不能错过当地的美食，所以杜吉嘞来一碗早半条炒水莲，特别的米食，本人吃嘞很为亲密哦。这一段在朴实的介绍中，也用了客语的句型“秋黑”“某秋黑”，还有客语的特征词“思田手措”“亲密”。这样的描述就非常有客家的米食。最后一段提醒大家，总结之后一定要记得回扣主题。所以我们先总结美浓的特色有：沿流水田望一谷，南山自杂养生节，行的美浓总头，欣赏长长的田野景致同人文风情。而回扣主题就是必须再强调一次，即美浓是我亲好了的客家庄。希望大家能不要害怕写作，利用今天老师教的写作步骤，一步一步完成长篇的客语作文。客家就是成法，成法就是客家，也下就开始用笔来记录人的成法。